宣告救主耶稣，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在你同在里得享平安满足，宣告耶稣。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直到黑暗锁链都被破除，宣告盼望和自由充满这地，宣告耶稣。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阴雷，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除去所有恐惧，所有焦虑，释放每个被忧郁捆绑心灵，宣告耶稣。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阴雷，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在高声呼喊耶稣，在街道中宣告，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我全家属于耶稣，宣告至圣尊名耶稣。在高声呼喊耶稣，在街道中宣告，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我全家属于耶稣，宣告至圣尊名耶稣。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阴雷，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阴雷，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在你同在里得享平安满足，宣告耶稣。敬意顶礼拜正好有带大家唱伊创作的歌吼。今日要唱这条歌是叫做《家人向前行》。咱先来听一遍。会晓唱的会使做伙来唱。
前行，甲咱向前行。伫生命的引带，行过永乐和平甲中华。向前行，向前行，甲咱向前行。到过高山甲旷野，一路拢有稳定的脚印。有目屎嘛有笑容，目屎七好大个，也起身两个脚，手牵手继续向前行。半山过岭，山无开路，望着过河，共款风引导，心拍伊，靠天上帝高地，甲咱教会。当心拍伊，靠天上帝高地，甲咱教会。好，先帮我停一下。哦兄弟姊妹，敢知这条歌是啥物人写的？翠芬中学甲文成中落是安怎？是我来带大家唱，因为翠芬是我妈妈我代替伊来今日来带大家唱这条歌。好这条歌是有迄进行曲的感觉吼，所以其实咱唱这条歌的时阵爱踏步安尼但是今日唔免啦，今日大家举起你的双手拍伫你的大腿，1、2、1、2，安尼就好，有无？所来咱搁唱一摆这条歌其实有台语甲华语等下我来唱台语甲华语唱一遍唱的当时咱就举起咱的手有气来安尼1、2、1、2，好不好？好这条歌有一个所在较那个迄歌词较紧啦，是山要开路，望就过河，什么公摊好音就手看卖等下虽然这是台语礼拜，咱嘛试看卖迄华语的歌词好，咱来试看卖1、2、1、2，好，来再帮我播放一下，来，我们从前奏就开始打一下3、1、2、1、2、1、2、1、2。1、2、3，来，向前行，向前行，甲咱向前行。伫生命的引带，行过永乐和平甲中华。向前行，向前行，甲咱向前行。行过高山甲旷野，一路拢有稳定的脚印。有目屎，嘛有笑容。目屎七好大个，也起身两个脚，手牵手继续向前行。半山过岭，山无开路，望就过河，共传好引导，心拍伊，靠顶上帝高地，甲咱教会，当心拍伊，靠顶上帝高地，甲咱教会。好，接下来是华语的歌词大家手有没有开始热起来了？就是促进一下我们早上的血液循环，来1、2、3，来华语，手向前走，迦南向前走，在神灵的引导，走过永乐和平与中华。手牵手向前走，迦南向前走，经过高山与旷野，一路都有恩典的记号。泪水也有欢笑，擦干眼泪，再次举起下垂的手，手牵手继续向前走。翻山越岭，旷野开路，沙漠过河，直传福音，同心合一，
宣扬神的爱，在迦南教会同心合意，宣扬神的爱，在迦南教会。好，咱刚才迄那个歌词内底有写着永乐和平甲中华，咱唔敢知是啥物意思啊？就是迦南教会以前过去的所在啊，伫永乐和平街和平街，即马伫中华路所以这是有历史的考究好，谢谢大家学习这条歌即马来咱要来会前祈祷。喂，兄弟平安。咱即摆来做祈祷，迄个祈祷操练吼，咱今仔日因为有头一有练歌，所以咱对迄个为主日服侍的同工来祈祷，搁有咱为牧者甲讲是团队，去即礼拜服侍的同工吼，搁有迄个9月初6。9月初6个福音大会吼，迄天拄好中华普渡，求主将福音传互更较侪未信者吼，嘛带领要做来将会当领受耶稣所赐的平安，嘛会当继续参加 A1 的独臂课程，甲属灵的生命会当更较成长。为后礼拜拜68月30举行的加兰杯乒乓比赛来带导吼，目前有7个队伍，有90几个选手吼，求主。保守互即个比赛会当顺遂吼，会当在竞争中感受着教会甲社区之间吼，伫竞争甲做伙行福音的来合作。咱为台语第5区来带导吼，区长是义军长老甲小组长嘉军小组长、秀妍小组长，还有明文执事互求主祝福因的全家，还佫有因的心灵拢会当平安健康，工作事业拢会当顺遂，为着年长的小组成员来祈祷，互因心灵拢有都主动在得到平安，为壮年的成员，求主保守因身体健康，心灵得到造就，灵命伫主永远无离，甲主伫地。为着青年甲青少年以及小儿的成员吼来祝福，互因伫智慧开始的阶段，都有上主的灵甲因伫地，伫到永远吼。咱为着这个事代志来做来祈祷。拄好中原普渡，求主你互未信者，让来接纳到福音，互因得到主你的祝福，甲你的保驾驶离开罪，互阮更较心灵更较勇壮。我来为第5区的兄弟，区长、义军长老，还有家军小组长、秀妍小组长，还有明文执事，求主你。带领因，使因快乐，互因伫服侍中间，哪有快乐？因的工作、家庭，拢有你祝福满满。我若为着年长的小成员，互因心灵拢勇壮，除了平安，也佫有喜乐。我若为着壮年小的成员，求主保守因身体健康，因
因是家庭的重条，有助你互因心灵得到造就，人命有助你，甲伊三甲地地青年甲小儿成员求主伊赐因智慧，互因瓦靠助力，伫因的一生中有你助力的油咧抹。最后，阮也要同心来用主力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做来讲，阮伫天的地，愿你的名显，你的公义教，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仔日国外，赦免阮的过去，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下，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万国啊，着称赞上主；万民啊，着阿罗伊，因为伊对咱是大慈爱。上主的信息永远存续。哈利路亚！称赞上主。请咱做伙来吟诗，圣诗35首。主，我上帝至尊至大，请起立吟全首。咱同心来祈祷，阮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听阮，感谢你赐予阮无限的听。你是阮的气力，阮软弱的时，求你帮助阮，会记你求叫你的名。当阮未晓的时，求你亲手引带阮行正路，求你的平安带伫阮心内。
因带阮、保守阮、提醒阮的心。感谢主，感谢上主，求你使每一个长辈愈行愈信心，有平安，有健康，直到年老，还阁要称赞俄罗主。求你使每一个时岁有你手术的聪明智慧，坚固因对你的明白，你的话语伫因的喙唇要传出去。阮感谢你无煞，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伫圣诗后面，启应文第13篇，就是诗篇42篇。上帝啊，我的心迫切羡慕你，亲像路迫切天无溪水，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永活的上帝。我什么时会到上帝面前去朝见？我每日用目屎准饭食，准饭吞。因一直问我，你的上帝伫倒位？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用欢喜称赞的声，大家守节，我对念这个代志。心非常悲伤。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是安怎伫我内面害惨？着仰望上帝，我犹阁要称赞伊。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内面郁卒。所以我要对约旦的地甲乌门以及米撒的山少念你。你的瀑布出声，深烟甲深烟三互应。你的波浪，你的大影引望我。你是上主示落伊的慈爱。你是伊互我唱歌，对赐我活命的上帝祈求。一声，我要对上帝我的石盘讲。你哪会袂记得我？我是安怎因为对敌的压迫悲伤好好行？我的对敌欺负我，拍碎我的骨头。因一直问我，你的上帝伫倒位？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是安怎伫我内面害惨？着仰望上帝，我犹阁要称赞伊。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请德福关怀据点来献诗，所要念的诗歌是渐渐变老。想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卷12章第1节到第6节。上主找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伊遐，甲伊讲，伫某一个城有2个人，一个好野，一个散车。好野的有牛羊真多，散车的啥物都无，只有一只伊买来饲的羊仔囝，伊甲饲，互迄只羊仔囝甲伊的囝儿做伙长大，做伙食，做伙啉，搁做伙困，甲看做亲像家己的查某囝。有一个出外人来好野人遐，好野人毋甘对家己的羊群、牛群中掠一只来招待人客，颠倒掠散车人迄只羊仔招待伊。大卫对迄个好野人发大受气，甲拿单讲：我只用我的上主咒诅，做即个代志的人着死。伊着白四杯的羊仔，因为伊做即个事无怜悯的心。以上，请本堂陈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主爱你老实，主爱你老实。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伫炎热的热天的中间，互阮当身体勇健、平安欢喜。今日也有即个德福据点遮的长辈时代，也做伙伫遮来敬拜，以及教会圣歌队去到伫中华永福教会伫遐来服侍。也感谢上帝，互阮当伫无相像的所在，总是阮拢敬拜同一位的上帝。也愿上帝你的话，搁一摆会当提醒我，提醒阮，也当成做阮脚前的灯，甲路上的光。互阮当愈清楚明白上帝你对阮逐人的疼，安尼伫主的面前献上感谢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咱真欢喜有即个德福据点，咱遮的成员长辈学生兄弟姊妹做伙伫遮来献诗，咱用普仔声来多谢因的服侍，来欢迎参加礼拜。咱教会办即个德福据点今年是第9年所以真无简单9年久的时间咱的据点来伫教会是对拜几到拜几？拜1到拜5，拜1到拜5拢甲牧师干事共款拢来上班透早9点到下晡4点安尼拜1到拜5拢无停困拄着红日才有休困。总是即马咱嘛看到咱的据点中间真侪遮的成员拢除了咱教会会友嘛有真侪拢洗礼所以有的即马嘛有伫上 A1 有的嘛要参加即个福音茶会所以咱真欢喜拢会当来成做迦南教会的一份子也看起讲咱伫即个社会亲像拄则所唱的即个歌大家是安怎渐渐变水变缘投老水愈老愈水安尼但是咱有想着讲可能牧师有一天可能嘛会坐伫遮伊伫遐咧指挥嘛有可能呢过30年以后，伊嘛当有即个资格会当来参加。总是咱伫即个食老的时阵，也是年纪大的时阵，相信咱也有一个上帝，咱的生活就当过了真平安甲喜乐咱伫今日嘛有即个圣歌队去到伫即个永福教会有即个圣乐之旅所以咱都要会当有即种的服侍小等咱伫礼拜煞，阁有即个孝亲主日目前有87个报名就是阿公招阿嬷楼顶招楼骹因今日有一个即个趣味要甲咱教会主日学遮个学生要斗做伙所以相信这嘛是一个真欢喜的代志因为咱8月有2个节8月8号是88节8月第4个礼拜天叫做什么节？
祖父母节，好，祖父母节啊，好，所以咱今做阿公阿嬷，请举手一个。阿公阿嬷，哦，遮济哦，来看一下看一下，咱甲这阿公阿嬷阿祖啊，甲因拍拍啊，恭喜一个。好，代表恁安怎？代表恁做人成功啊！吼，做人成功啊！恁已经新几啊吉啊！吼，新几啊吉啊！好，所以咱这是上帝互咱的一个恩赐啊，互咱会当真做人成功，做阿公阿嬷做阿祖啊！好，这个原来是上帝恩典。今日牧师要来统计，吼，这段圣经，吼，也是大笔的故事，吼，要来甲咱分享上帝爱咱老实人。我毋知影咱是爱听老实话，还是爱听白贼的话。但是咱若看咱的这个电视也好啊，这个 YouTube 也好啊，真侪人吼，电话莫搁卡，好，真侪人呢，吼，咱看到即马网络顶悬呢，系愈甲讲白贼的，吼，愈讲迄个无老实的，反而爱听的人愈侪啊，好，所以过去有即个什么苹果日报啊、一周刊啊，好，这种的八卦新闻啊，毋知是真的还是假，但是呢，这种的代志颠倒大家呢，好，愈爱听。但是呢，对一个老实来讲，吼，讲话老实的人，吼，故意的人，颠倒伫即个社会上较吃亏哦。我带囡仔去美国学习阵，囡仔伫学校读册，因拢会学即个字哦，叫做 TBH， 你知影啥物意思无？好 ，TBH 就是 to be honest， 好，就是爱老实啊，爱老实。伫因的即个学校内面哦，教室内面，学校拢有教因爱老实，好，这是诚实是上策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上好的方法。就是安怎讲老实话啊！好，你若要卖物件、做生意，最好的政策就是老老实实来做生意。所以只要讲到10点，好，这是伫即个美国的学校，因老师自细汉对囡仔就来教，好，教翻做中文。头一项咱来读一届华语啊。第一，诚实是上策，这是千真万确的。第二，诚实是人类最重要的特质。第三，诚实包括真实、真诚和忠诚。第四，我们从父母和家人那里继承了诚实的特质。第五，学校、社会所灌输诚实价值观，发挥着重要影响力。第六，诚实使人无所畏惧，勇敢无畏。第七，诚实的人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过着无愧于心的生活。第八，诚实的人不会用说谎来隐瞒什么。第九，诚实虽难，但并非不可能。第十，诚实的人会受到大家的爱戴和信任。这一点，第一点到第10点，唔知影你会介意多一点。但是呢，你若有甲即个美国人在斗阵，吼，你会当发现讲，因真正讲话真老实，好，所以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啊。好，但是咱若是甲中国人好在斗阵时阵，好说一怎么样？好，有可能是从1到99哈，好，爱个看者，爱个看者。但是呢，咱台湾人爱做一个老实的人，好，咱每一个人拢爱学习老实。但是咱有可能自细汉，咱就学习真侪，才会讲话无老实。我有细汉时阵呢，嘛拢会讲白贼，好，甚至呢头一届讲白贼，无去人抓包以后就安怎？继续讲，好，说了一个谎就要说几个谎？10个够不够？好，如果10个不够，再来几个？100个，好，你就要愈讲愈济啊，讲到家己拢袂记得到底是讲啥物代志。迄是亲像在饲一个怪兽。伫英语呢，有一个叫做 white lie， 好，白色谎话、白色谎言。这个意思就是讲，没有无伤大雅的谎话，好，一个比一个手指头，好，这是一个无伤大雅的谎话。但是谎话永远就不是什么实话，就不是真话。好，这个故事呢，就是讲，好，一个囡仔开始讲白贼，
结果呢，伊边啊一只这个红仔仙啊，好小精灵呢，好就开始起，他就是用谎话把它喂养，越养越大。到落尾呢，这个小精灵好变做一个大怪物，好亲像这个绿色的这个大怪物一样，怪兽同款啊，大到伊控制袂掉的。好，所以要安怎让这个怪物消失呢？真简单，就是跟回去的啊，我讲白差啦。好，我真正的状况是怎么样？下面才是老实的。所以咱若无讲白差，好，咱伫咱身躯边，好，这个怪物就愈来愈大。好，讲一个白差，好，迄个怪物就愈饲愈大颗，大颗到以后控制袂掉，等于控制袂掉的时阵，咱就真正好袂堪接。伫咱要安怎来做一个老实的人呢？诗篇85篇的第10节安尼讲，咱做伙来读：主爱甲信实相拄。公义甲和平相揽，好，搁读一解。主爱甲信实相拄，公义甲和平相揽。上帝爱咱做一个老实的人，但是嘛爱做一个有疼心的人。爱咱过一个平安的日子，但是爱咱嘛爱过一个公义的日子。要安怎来活出公义？要安怎来活出老实？会当对这5方面，这5方面就是对上帝爱老实。对家己爱老实，对厝内人爱老实，对会众爱老实，对世界拢爱老实。所以要对这5个方面来学习。头一个就是爱对上帝来老实。这个约翰福音第4章23节，好，请咱做伙来读。不过时刻要到，现在就是真正敬拜爸的人，会用心灵甲精神敬拜。因为爸爱这款的人敬拜伊，对上帝老实，就是爱对咱的心来开始，毋是只有对外口。有时阵在做礼拜，毋是只有人教，人教佫有啥物爱教？嘿，大家拢真敖，吼，心嘛爱教。但是呢，耶稣嘛讲，你的钱财伫倒位，然后呢，心就伫倒位。好，所以来做礼拜，人教佫安怎？心爱教，要安怎知影心有教？哦，就是爱早奉献，吼，奉献，奉献毋是多甲少，吼，这个钱是代表咱的对上帝什么心，吼，代表咱对上帝的心。所以每一摆咱来做礼拜，除了咱来遮参加礼拜听讲道，咱嘛伫这个所在来奉献，奉献时间，奉献金钱。但是假说奉献咱的上帝和咱的材料，其实这拢代表咱对上帝的心啊。好，所以伫基督徒有这8项，吼，就是爱听上帝，爱听人，爱读圣经，爱祈祷，爱聚会，爱奉献，爱听社区，听社会嘛，爱听世界。基督徒有真多的操练啊。但是咱若对上帝无老实的时阵，这个代志，吼，检测咱无法度做会到。伫咱的周报中间吼，第6页所在吼，逐礼拜拢有咱顶礼拜的人数，吼，真侪兄弟哦，拢会亲像牧师共款哦，摕到周报呢，吼，拢会来看后壁啥物，哦，看顶礼拜偌济人啊，吼，然后你若佫有兴趣的，你会看，吼，头前顶礼拜偌济的奉献啊，吼，但是呢，这人数，吼，甲奉献偌济经验，是不是上帝上界关心呢？毋是。但是上帝关心的代表安怎？大家这个教会的兄弟姊妹，大家有用心在参加无？好，咱的教会吼，因为经过疫情啊，好，所以咱的教会现主是原来拢有一群的兄弟姊妹，好，拢会伫这个网络线顶，好，亲像今嘛，好，也有人在线上好来参加聚会。所以咱的这个线上的人数呢，吼，拢是实际上，吼，伊有真正参加礼拜，毋是讲安尼打开点阅这个点阅率啊，毋是，吼，是真正伊有来参加，吼，伫这个礼拜到头到尾啊。虽然咱有这个提供这个服务啊，但是咱若对上帝老实，咱伫线顶在参加，吼，我咱买当通过线顶来奉献。但是佫较要紧，等咱伫线顶网络，你若是出外，吼，你做礼拜的人，原来嘛爱伫用心伫上帝面前，吼。我相信咱大家拢有这种的经验，吼。疫情的中间，咱袂当群聚，袂当直接做礼拜。
每一个人伫厝内底咧做礼拜，但是你伫厝内底做礼拜时阵，伫你想着其他的兄弟，甲咱做伙咧做礼拜时阵，其实咱的心原啊，拢爱伫上帝面前。撒母耳上卷12章，这是撒母耳，当伊选出即个扫罗王的时阵，伊要退位、要退休的时阵，伊所讲的一句话，咱做伙来读：恁只有着敬畏上主。心心实意服侍伊，就会记得伊为着恁所做代志偌尔大。撒母耳自伊出世，伊的老母就要甲伊献互上帝，未出世就要甲伊献互上帝。所以对3岁长年就来住伫教会，到伊伫退休啊，所以伊要退休的时阵，做工780年，780年久，总是伊所留来交代的话，就是爱对上帝老实。所以做一个老实的人，头一项就是爱对向老实，对上帝老实。咱做讲一解，对上帝老实。咱若对上帝无法度老实，咱袂当讲咱是一个老实真实的人。第二项爱对向来老实，对家己啊，伫即个今日咱所看的即个故事，撒母耳下卷，大卫王。叫先知拿单，讲一个故事，即个故事，一个好野人，足侪牛仔甲羊仔，一个善车人，敢剩一只羊仔某，但是呢，即个好野人有朋友要请人客，家己的羊仔无爱抬什么人的？抬迄个善车人的羊仔，所以大卫一个听到安怎，非常的受气啊，非常的受气，讲即个人应该爱死，结果拿单讲，你就是迄个人。为什么？因为伊家己有6个某，伊阁要去抢别人的某，抢即个乌利亚的某，所以上帝非常的生气啊。但是呢，当上帝生气要刑罚时阵，大卫知影家己毋对，所以伊就写一首诗篇。第一首诗篇51篇第60，咱做伙来读。你意爱的是内心真实，求你教示我。互我心内有真正的智慧，大卫伊知影，伊应该爱死啊！因为伊家己嘛判伊家己是死刑啊，讲即个人着死，爱互死啊！无应该阁互伊活。结果拿单讲，你就是迄个人，活伊惊一个。但是呢，伊知影心内底上帝在看咱的内心啊。当大卫在做遮毋对的代志的时阵呢，伊就是对家己无老实。伊毋知影讲上帝会甲伊教示，伊毋知影上帝甲伊刑罚，伊阁听即个白插，你看无代志呢？你去困别人的某，上帝拢无讲话 ，OK 啦，无要紧啦。即马呢，你会当阁去安怎，甲伊抢过来，阁教伊第2步、第3步。迄个魔鬼呢，就亲像爱电园内底迄尾蛇共款，一直甲你骗，一直甲你骗。骗甲你对你家己嘛无，拢咧听遮的白插的话。伫以弗所书甲咱教示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中文安讲，用爱心说诚实话。以弗所书4章15节，咱做伙来读。咱反正用疼心讲真实，伫各方面用最头的基督做目标来成长。什么是用疼心来讲实在？其实，这个 the truth， 就是讲咱要讲上帝的话，是爱伫疼的内面啊。咱若要伫讲上帝的话，若无这个疼，检测咱是用上帝的话，毋是来教死人，是用上帝的话安怎教死人？所以迄个登山宝训，耶稣伫山顶教死人，听起来足恐怖的。毋是教死人，耶稣伫山顶在教死人啦。教死，就是 speaking the truth， 就是咧用真理来教导在教死。但是你若无迄个听，你就教死变怎啊？教死啊，教死。所以拿单叫上帝教死，但是大卫有叫上帝教死无？无，上帝原来要甲伊赦免，但是为什么伊会当互上帝赦免？就是大卫，伊爱知影对上帝老实，嘛爱对家己嘛爱老实咯。第三，嘛爱对厝内人老实咯。你的厝内人有对你老实无？你的囝有对你老实无？
有哦，你若敢讲的人吼，你就原来真福气啊！吼，知影你厝内底人对你真老实，但是袂当回答的人呢，吼，通常吼，因为大家拢有秘密讲袂出嘴，所以秘密愈多，就变怎啊？你会愈去想，到底伊咧讲真呢，还是咧讲假呢？古约撒迦利亚第8章第16节，吼，咱做伙来读。恁应该做是安尼，着互相讲真实话，伫法庭审判，着照真实公正促进和睦。一个厝内底会当和睦，是因为大家会当用疼心来讲老实，大家会当来讲真理，就是大家会当欢喜。好，中文讲递出橄榄枝啊，好橄榄枝。你会当亲像一只粉鸟啊，吼，将即个橄榄的叶啊，吼，拄开出来，会当互人有台阶下。你袂因为一句话就甲人教死，吼，毋是要共教死，要共教死啊。伫即个马拉维，吼，马拉维的总统，吼，即个总统呢，有人知影叫伊叫做啥物名无？咱伫即个领袖高峰会有看到伊的影片啊，叫做列萨罗，吼，拉萨路，这个马拉维总统呢，今年做第5年啊。5年前，吼，伊出来选总统的时阵，伊的身份是啥物人？伊是一个牧师啊，伊是一个牧师。伊做20-30年的牧师，搁伫神学院内面来教课。但是呢，伊呢，上帝互伊一个感动，毋是讲爱来插政治。为什么伊会当选调做即个国家的总统呢？因为上帝真早就互伊一个感动，伊看到即个马拉维即个国家内底咧吵吵闹闹，无共款的政党，吼，就亲像咱台湾共款，吼，拍开电视，啥物议题，吼，只要讲到不管啥物议题，只要讲到颜色，吼，这是哪个讲的，你是就反对；这是白讲的，别人就主动，所以呢，吵吵闹闹。所以，这个列萨罗这个牧师呢，吼，伊就感觉上帝爱伊去政治内面做一个和解的使者，所以就真正吼去政治，吼甲遮的政治人物，吼去教因祈祷，然后去教因读圣经，安尼做几啊冬，做到呢，吼这个无共的政党，大家拢讲你上公正。你上公平啊！因为你的上帝真正是公正的上帝，所以两个政党拢放弃塞因家己的人出来选总统，等到杀这个牧师啊，塞出来选总统啊。所以即摆已经做总统做到第5年啊。伫以弗所书第4章25节，好，请咱做伙来读。所以恁着脱离虚假。对厝边讲真实话，因为咱拢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检查咱伫厝内底会吵吵闹闹，有时阵为着钱财，有时阵为着扣分，有时阵为着其他的代志会扣分伫内底。但是咱会记得，只要对厝内底的人，要安怎来促进和睦，要安怎用疼心来讲实在话。咱会当即个家会当亲像基督的身躯的一部分，所以即个马拉维即个国家，虽望即5年来，吼，你袂当讲伊变在世界非常的强，吼，变得非常的厉害，但是即5年来，吼，连非洲其他的国家拢咧内战，拢咧乱的时阵，等到即个国家的震动会当非常的好，会当稳定，即个总统会当选做到第2任啊。原因就是因为学习对彼此来老实。第4，咱要对上帝老实，对家己老实，对厝内人老实，咱搁爱对啥物人老实？对会众来老实啦。伫出埃及记18章的21节，我来读啦。不过你嘛着对人民中间，今有才能、敬畏上帝、重视可靠。万分不义之财的人，设立因做官长，有的管1000人，有的管100人，有的管50人，有的管10个人哦。这段是圣经，是上帝的这个摩西的丈人，吼，该摩西出一个主意啊，就讲摩西啊，你逐工吼遮无闲，吼遮侪代志爱处理，
你就需要人安怎斗骹手啊？你要选择斗骹手的人，吼，伊有几个条件，吼，即红色的字，吼，咱做伙来读。今有才能，敬畏上帝，重视苛刻，怨恨不义的才的人之才的人啊！这个人尾啊，就是有诶做10夫长、50夫长、100夫长，够啥物长？1000夫长。这个人就是来替摩西来处理，吼，这200几万人会众这个代志。其实这嘛真做今仔日教会的管理、的治理，一个真要紧的角色。教会内面有需要牧师无？牧师一个人有教业无？好，牧师逐工吼拜开会了，拢会爬楼梯起来，啊看咱遮的据点吼，伫遐大家安尼甲伊看一下。但是牧师呢，无时间会当讲甲伊据点遮的长辈甲因伫遐做伙来唱歌，做伙来上课。但是呢，需要啥物人？就需要有遮的老师啊，需要有遮的志工啊，需要有遮的同工啊，好，伊也是需要有遮的据点的关怀员啊，好，伊会当来陪伴因，好，若是拢牧师一个人，哇，安尼这个牧师安怎？好，真正会忝死啊！拜到拜五，早时9点到下晡，然后拜6个礼拜，佮教会遮济代志，若无遮的同工来斗3工，教会爱请几个牧师才有够？啊，毋知影吼，爱请几个？但是为虾米教会即马一个牧师，但是教会会当来运作？为虾米？因为教会有其他遮的同工啊。教会内面上要紧的同工是虾米人？你知影无？长老，吼对，吼新闻节讲了对。长老，你知影咱的长老咱安怎来？选出来，安怎选出来？吼，就是照遮顶悬的，吼，所以咱伫9月份后个月，咱要过来选长老。吼，咱的迦南教会今年60年啊，吼，这我已经提出来一届，吼，但是呢，60年到咱选出几个长老？咱选出旧年啊，咱选出第57个长老啊，56到57、56、57啊，是迄个义军甲家属。吼，换一句话来讲，迦南教会吼伫桃园设立60担，留落来上界要紧的这产业是啥物？毋是这牧师，吼，因为这牧师原来会退休，牧师吼原来会离开。原来牧师会换教会，但是这长老安怎，拢是在地，吼，拢是在地制造，吼，新鲜的，吼，上青。对于上青做到上老的退休退任啊，每一个长老，吼，拢是教会的宝贝。吼，甲咱隔壁兄弟讲，每一个长老拢是教会的宝贝。这长老除了来协助牧师吼治理教会，其实这长老嘛是爱来甲牧师共款，爱来顾这的会友啊。这个亚利米书第5章第1节，吼，请咱做伙来读。着行透耶路撒冷的街路，四过探听，伫城门口找，看会当找到一个行公义、追求真神的人也无。若有，我就要赦免这个城。所以约翰加尔文，当加尔文伊在改变这个，伊在设计这个教会的制度的时阵，伊发现讲，圣经中间摩西用这个制度，教会这个制度无应该是一个教皇也好，嘛无应该是一个主教一个人来管理，应该是爱对百姓中间来选出一群人来管理。所以约翰加尔文伊就开始长老智慧、长老智慧，吼，这种的制度，吼，所以咱讲长老教会啊，毋是讲牧师教会，就是这长老拢是长老教会上界要紧的角色。这牧师伊的主要的是来讲道、主持圣餐，但是治理教会、治理料理这羊群、照顾这会友，是牧师甲长老拢爱做伙来担的。所以每年都今年咱有去德国，吼，去这个洛丁马丁啊，吼，去这个宗教改革。每年都吼嘛有在规划，
要去到法国甲即个瑞士，就是要来临捌即个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伊安怎对即个圣经的中间写这本基督教要义，互即个基督教除了神学以外，还有即个实际，就是教会制度会当伫长老的身上，透过这个长老，所以咱真正爱好好来为着这个长老来感谢伊、尊重伊，但是嘛爱鼓励伊。做一个长老的，毋是干要做一个名，做一个长老的爱明白了解。这是一个上帝托付，是一个甲牧师同款的呼召，是爱来治理，是爱来做上帝的工。因为当一个教会有这个正直的人，有这个正直的会友，就会当得到上帝下面得到上帝的祝福。好，所以甲咱隔壁兄弟讲，咱来好好为咱的长老来祈祷，咱来好好为咱的长老来祈祷。嘛爱为牧师来祈祷啊！吼，因为牧师一个人，吼爱若是甲长老、吼执事、区长、小组长，大家当来同心，这个教会吼原来会当运作了真好势。最后，咱就爱对世界来老实咯。耶利米书第4章第20，当一个人若精神公平、正直、立国，就要得到上帝祝福。为什么老实的人会当带来世界的祝福呢？因为答伫头前的第4章第1节，就是恁爱回转、爱归回，英语写爱 return， 恁就是爱悔改。当人若真正悔改的时阵，这个人上帝才知影伊是老实的人，亲像大卫同款。大卫伊做毋到代志，当拿单讲你就是迄个人的时阵。大卫马上认罪，我失错啊，我毋对啊，好，然后伊个写诗，个禁食，然后呢个困伫涂骹，无去咧眠床，安尼连续一礼拜，就是来表达伊的悔改，要甲上帝来回失礼啊。伫即礼拜，几工前有一个新闻，即个新闻我相信大家看了，拢真着惊。就是伫咱桃园即个少年之家，少年之家的执行长，嘛是咱嘉南教会的会员会友呢，出代志，出啥物代志呢？就是伫金钱的顶悬，叫法院来判刑哦，结果判出来判几年？判21年哦，判21年。即个判即个案呢，我想互咱。亲像看到即个大卫的共款，咱会当用无共款的角度来看即件代志。有人会去怪东怪西，有的人会去讲东讲西。但是若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讲，即个代志这嘛是上帝的教示啊。上帝安怎来教示呢？今日的根据，撒母耳下传12章12节，咱做来读。你伫暗中做的代志，我要当头白日。伫以色列众人的面前，互这的代志发生啊！所以有一寡代志，咱毋通想讲无人知影、无人看，继续做无要紧。爱记得即句话：你暗中做，上帝要安怎？当头白日啊！要伫当头白日，要显伫人的面前。但你若会记得即句话，你会敢做无？毋敢，你也惊去人偷摕一项物件。上帝要放送，互全世界拢知影的时阵，你阁敢去做即桩代志吗？你就要想到有一日，你做的代志，上帝安尼毋敢见不得人的事情，上帝要家己来安尼天开的时阵呢，咱就会受到警醒啊。所以咱就爱用清白甲纯洁，做上帝无欠缺的囝儿，毋通互即个魔鬼带伫咱的心。咱看到扫罗叫魔鬼占掉伊的心，所以一直想要去害死大卫。但是大卫嘛有一段时间叫魔鬼来占掉伊的心来，直到伊步错，步步错，愈做愈大，甚至10条街内面，超一半拢去犯啊！就因为去看到别人的某在洗身躯，所以非礼勿视，非礼勿看，非礼勿摸，会非礼勿言啊！这个代志呢，咱拢爱真注意啊！魔鬼
咱即摆已经旧历7月啊，旧历7月啊，所以开始昨就看到真侪人开始拢伫拜，真侪人拢惊即个鬼，就爱饲伊食啥物乖乖啊，就爱请伊食罐头啊，但是呢，住伫咱内面迄个讲白菜魔鬼，你请伊食乖乖有效无？你互伊开罐头有效无？请问咱的心内底迄个白贼的鬼，要安怎甲伊赶走？食乖乖，就无效，搁食乖乖，咱心内底迄个讲白贼的鬼，你就是爱讲老实话，才会当甲伊赶走。所以甲你隔壁讲老实话，才会当赶走白贼的鬼；讲老实话，才会当来赶走白贼的鬼。所以咱要赶鬼，就是爱学习勇敢来讲老实话。但是有一寡话咱唔敢讲，咱就爱知影用疼心来讲老实话啊。因为腓立比书讲，咱是伫即个黑暗的世代中间做上帝光明的儿女啊。所以白贼只有一时，老实真实却是一世啊。咱讲一解，白贼只有一时，真实却是一世。迄个白贼话，就算你当讲1年、讲5年、讲10年，拉法叶剑，即个案呢，到底什么人抬死即个以什么以清风？到底什么人抬呢？今嘛呢还没有解密出来，但是这也不过是一时，但是真实呢却是一世。咱的桃园的县的县长叫人变变，什么人抬？今嘛随望也唔知影，但是呢真相拢伫上帝遐，到上帝遐，永远上帝有答案。你当骗别人，袂当骗家己；你当骗家己，袂当骗上帝；你当骗上帝，爱讲啊，上帝无可能叫人欺骗的。所以咱就爱选择老实，咱就爱伫黑暗的世代中间，勇敢来做老实人。爱记得 HBP， 诚实是 HTB 啊，诚实是上策。老实就是上介好的方法。箴言28章20节，咱做来读。有信用的人会得到真侪福气，要发怀财的人一定受刑罚。你若想要得到福气，你一定爱老实。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来到主你的面前，将阮心内底。也是阮的心肝头中间，真侪只黑暗、垃圾、误会、唔敢讲的代志，我们搁一摆来交互主耶稣，因为阮知影主耶稣会当救阮的命，主耶稣会当赦免阮的罪，主耶稣会当救阮脱离一切误会。主啊，也帮助阮知影，阮伫黑暗中所做有一日，上帝要登头对面，伫日头白日的中间，要将这代志来显露出来时阵，阮就要早来悔改，唔通继续过来愚妄，唔通继续过住伫黑暗中，也求圣神保惠师帮助阮，互阮当成做一个信实，成做一个正直有慈爱、用疼心讲真实的人。阮来恳求主，阮这个时阵也要特别为着少年之家来祈祷，特别为着张敬义牧师来祈祷，甲伊太太来祈祷。主啊，虽望受到真大的伤害，也造成真大的伤害，总是主若当人愿意来认罪到你的面前的时阵，主啊，你犹原要听伊，亲像大笔共款，愿上帝怜悯。阮的恳求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73首，恳求永活主圣神，请起立来吟全首。Poetry
济。这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起立。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赏赐阮每一天的平安。你是创造万物的主，你赏赐阮永生的盼望，养饲阮每一日的需要。主的恩典满满，教育阮用。嘛感谢圣灵伫阮的内心，引带阮行天路，帮助阮成做主所喜爱的囝儿。感谢俄罗主，即马阮要将主你所赏赐的时间、才能、金钱。献上成做主圣工所用，求主悦纳。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请直立长老来报告。这平安，这是我的报告。在报告的内先，咱先来介绍今仔日头一过来，咱甲咱做伙来敬拜的兄弟吼。还有一个是徐秀霞、张纪元，因个是阿嬷甲孙啊吼。欢迎。请坐。好，今日就是纪元要来陪阿嬷来孝亲主日啊。好。所接是廖嘉怡甲林玉静吼。这个嘉怡是万兴兄的女儿哈，阿姨甲这个玉锦姐是万兴兄的这个二弟的弟媳妇安尼哈，阿姨今日要来到这个所在，来甲咱的教会的兄弟姊妹说多谢，甲特别感谢咱这据点这的万兴兄的同学多谢大家对万兴兄的照顾，甲这个丧礼会当真顺序来完成，所以伊伫这个所在要搁一摆来甲大家说多谢，谢谢大家，咱也为因来祝福，愿上帝继续来看顾，来看顾嘉义甲郑成，因的家庭，请坐。我来报告，头一人，本主日是孝亲主日，咱邀请德福关怀据点的学员伫该有礼拜中来献诗哦，咱这个一个来甲欢迎吼。
凡事祝福每一个阿公阿嬷吼，心身也拢健勇壮。在我礼拜了10点半，要甲儿童牧区的小朋友吼，做伙来做孝亲的活动。来要申请教会名牌，甲名牌可爱会友吼，请伫个教会内官方输入去迄个名牌这两字吼，来进行线上的申请。要无你就请主任干事了我袂记张玉主任，请张玉主任甲你协助。小会报告9月初7要举行第5次的圣礼典。要受洗的兄弟吼，遐伫本主日今仔日吼，区长或是小组长来报名。所有报告，咱9月份吼要恢复爱餐吼，每一季吼嘛你交20块，以前是免吼，即摆交20块，因为要用免洗餐具，用无迄个 stainless 的迄个白铁池啦吼，爱餐的供应哦是11点半到12点半吼，11点半到12点半。60周年的主题曲的创作比赛吼，伫下主日8月31吼，伫台语礼拜时吼要公布总成绩，而且不颁奖，请3组的参赛者吼出席来台语礼拜出席。9月初3拜3暗时7点半，19点30分，伫新塘要举行333的祈祷会。也有请南港教会的主任牧师蔡兴生牧师来甲咱分享吼，主题是福音祈祷小组甲教会的成长。有请兄弟吼做伙来祈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双部门本主日下晡7点半，要伫楼骹吼，要伫楼骹做举办桌游的教学甲试玩，欢迎参加9月27桌游的自我成长要举办挑战赛，欢迎大家吼来参与这个活动。9月27拜六要比赛，8月27。拜3下晝10點半到12點，要舉行社區講座，主題是勇敢變老，生活更較好。講師是余宗哲老師，歡迎參加吼。8月29拜5關愛據點的長輩要參加耶穌公會健康用藥的財物比賽，名單是李麗卿、張元娥、柯歐美寶、李愛玉，請兄弟來甲因加油，為因帶倒吼。8月30要伫教會舉辦60周年嘉南杯乒乓比賽团体賽吼，目前有7個隊伍來參與，有90幾個選手吼，請大家關心為因帶倒吼，互迄個比賽當順遂每一個參加的選手吼，攏身體勇壯。8月31禮拜。下晡7點到，也是下主日啦吼。下晡7點半到3點半，伫新塘要舉辦第2次的志工訓練。主題是夫妻親子甲大家新婦關係經營甲技巧。講師是林文清心理諮商師。歡迎毋是志工的兄弟吼來聽吼。專營課後輔導班要伫9月初2。開班上課的時間是每一禮拜的拜2到拜4，暗時6點半到8點半。報名的詳情哦，請看1樓的公布欄。上主要對象是國中生嘛吼。友愛基金中秋節的為助金，請小組長吼，為小組內面有需要的吼來填寫申請。伫個9月14、12點進前吼，愛交伊幹事熟。9月初6拜六下晡2點到4點吼，伫新塘要舉行招你甲我的福音茶會，或者啉茶食糕吼，
来做唱歌生命分享。报名到8月27拜3吼，8月27截止。即马剩24个，咱想说剩20个尔迄款。请踊跃来参加，还佫有名额啦吼。这个牧区伫8月28拜。咱有一个影片OK。咱欢迎还未洗礼啊，只要还未洗礼吼的兄弟姊妹，吼拢会当来参加即个福音茶会，吼福音茶会，9月初6，会当来听别人安怎来信耶稣，安怎耶稣伫逐个人的心上带来遮个改变甲生命的故事，会当帮助咱，互咱知影会当安怎来找到即个看袂到的耶稣。为什么信耶稣的人，伊会当性命变甲遮尔平安，会当变了遮尔欢喜？因为耶稣就是真做伊的救主哦，真做咱的主宰。所以这个福音茶会，就是互咱有一个机会，搁较来认捌主，咱嘛通过这个活动，这个福音茶会，会当看见上帝真正疼咱。上帝毋是要甲咱教死啊，毋是要甲咱教死啊，上帝是要互咱得到伊的疼。这是咱4月26号的福音茶会啊！好，请甲咱隔壁兄弟讲，9月初6招你甲我，9月初6招你甲我。所在像你牧区吼，要举行众行礼拜吼，伫咧8月28拜时下暗8点，伫咱的楼顶7楼，刘炳温、蔡以贤，因9月初4要入伍，林胜益9月初6要出国读册。邀请各位兄弟做伙来大岛，来关心。昨甲今仔日吼，圣乐队甲詹姆斯娘因做伙去中华音乐教会，即摆即个中华音乐教会是詹姆斯去遐甲斗3工。咱是圣乐队哦，去遐甲服侍。求主保守，互因一路出入拢平安。咱即摆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台语，咱做伙来读。你伫暗中中做代志，我要当头白日，伫以色列众人的面前，互遮的代志发生。撒母耳记下卷12章12节。来，搁一句。你伫暗中做代志，我要当头白日，伫以色列众人的面前，互遮的代志发生。撒母耳下卷12章12节。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394首，这是礼拜特别选吟诗选，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疼探、圣神的感动，甲恁尽大家三甲伫地，互恁会当对上帝、对家己、对厝的人、对会众、对世界来信息，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会众请坐。咱今日礼拜到这，好，咱小等要伫这个所在据点，吼，会在兄弟有当留伫这个所在，好，咱们直接来报道，好，等一下请那个穆宣总干事来报告，好，咱彼此来请安，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好，平安。